今日咧就同大家講下 Dorgalicious 狗狗鮮食同乾糧有啲咩分別啦。第一，材料方面咧 ，Dorgalicious 咧就係用人食標準嘅最新鮮食材去製成嘅，包括肉類啦、蔬菜等等。咁通常乾糧咧就係用一啲唔符合人食標準嘅肉類，就將佢磨成粉末，然之後咧製成嘅。咁加工方面咧，就 Dorgalicious 咧就係用蒸汽去慢慢咁樣溫和地煮嘅，營養啊都鎖住。乾糧咧就用好高熱嘅加工嘅方法啦，會好多嘅營養同埋流失啦。呢個製作過程中咧都可能會製成一啲致癌嘅物質添㗎。水分方面 ，Dorgalicious 咧就比較高嘅水分㗎，幫助佢消化啦，同埋容易吸收㗎。咁但係乾糧咧就乾真真，一啲水分都冇㗎啦。Dorgalicious 嘅鮮食咧就好強調優質嘅蛋白質，咁超過50%都係肉類嚟嘅。但係咧乾糧方面咧，通常得個20-30%肉粉嘅啫。口感同埋香味方面，當然 Dorgalicious 就勝人一籌啦，因為佢用最新鮮最靚嘅材料去烹製㗎。但係乾糧咧就要加有食劑同埋香料，呢啲化學劑咧先至狗肯食嘅。最重要就係 Dorgalicious 狗天食咧，就係100%天然，日日新鮮喺香港廚房煮㗎。咁你哋試咗未啊？如果有興趣嘅話，上我哋個網站或者 WhatsApp 我哋試食啦。